星光伴讀地球球父特朗普，作者李嫣。美國立國250週年，美國國務院誠意推介特別限量版美國護照。入面除咗印咗美國立國嘅素材之外呢，其中有一頁更加印咗美國總統特朗普嘅玉照。美國政府就話啦，呢本護照淨係有25,000個至到3萬個 quota， 想申請就要親身去到華盛頓辦理，欲購從速啊！特朗普，你真係識得出周邊㗎？你印咗華盛頓林肯嘅肖像，大家都明啊，呢啲係偉人啊嘛。咁美國政府大手筆將特朗普放喺咁重要嘅位置，係咩意思呢？係話特朗普同華盛頓同埋阿林肯一樣咁偉大，定係比佢哋更偉大？任期未做完就可以榮登美國特別版嘅護照內頁呢？唔知情嘅話，大概以為華盛頓唔係美國國父，特朗普只係啊。個人崇拜呢個詞語係用嚟話宣傳將某個人理想化、英雄化，甚至神格化。點知特朗普硬係創造咗新嘅解釋，個人崇拜變成咗佢個人逼你去崇拜佢，咁就好有政治邪教拉你入教嘅味道啦。就算你唔入教，都要俾你喺護照上邊睇到佢，等你喺呼吸之中吸取特朗普嘅養分，潛移默化，最終認命接受。好彩美國差唔多3億5千萬人，最多淨係得3萬人有幸攞到呢本咁偉大嘅護照。亦都即係話有3億4千幾萬人喺護照上面睇唔到總統閣下嘅尊容，呢個係不幸，更加係幸運。筆者記得 Amazon 上面有大量 Made in China 嘅特朗普宣傳品，例如嗰啲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嘅靚帽啦，亦都有唔少印咗特朗普頭像嘅優質產品，好似廁紙咁樣，有黑白嘅，亦都有彩色嘅，任君按需要使用選擇。今次美國官方將特朗普個樣印咗喺護照上面，作為美國立國250週年嘅大獻禮，同廁紙互相輝映。筆者好似明白咗一樣嘢，大概就係邏輯學上邊兩件物件嘅異中見同啦。無意中見到比利時網民話，比利時嘅護照上面印咗丁丁啦、藍精靈啦，仲有其他嘅卡通角色。大概每個國家都有佢自己嘅卡通標誌啦。咁美國冇錯，講嘅就係美國嘅特朗普啦。特朗普，你真係識出周邊㗎。美國國父大概已經唔能夠彰顯特朗普嘅偉大，請恕筆者才疏學淺，只能夠將佢升格成為地球之父，就叫球父啦。